咁話說今年嘅 DSE 就係早排啱啱考完啦嘛，咁應屆嘅中六學生總算係跨過咗18年嚟最大嘅困難。當佢哋考完最後一科嘅一刻，其實可以好多反應噶嘛，你知嘅啦。咁當中又會有邊幾種唔同類型嘅考生呢？一齊睇落去。真係考完啦 ，yes！ 哇，唔係講笑，鋪個 IGG， 完全徹底放監啊，開心死我啦！咁人隨便約我去玩啊！喂，係我考完 DSE 啦，我等咗3年咯，黐線，終於等我今日開心死我啊！你知唔知？你16號考完玩晒啦，我30號先考完啦，師兄，阻住我温書。Physics 都有啲難，唔知啱幾多條咧？咁快出咗答案 ？C D B C C。Two very boring minutes later。喂，師兄你錯咁多點沖星啊？攞4都偷笑啦！唉死！前面啱咁多，點解後面會錯晒嘅？算啦，都係試咗吸成會好啲。根據我專業嘅分析，啱啱考完嘅物理 MC 保守估計啱19題左右啦，加上 Long Quiz 同 Paper 2估計應該都有60零嘅。而2024嘅 cut off 係偏高，再加上考評局單數年發出得新嘅定律，咁今年嘅 cut off 有可能會低翻少少。你睇翻咁多年嚟 DSE cut off 嘅數據，呢個分應該都夠我攞呢科嘅。咩家事？你覺得今年 DSE 點啊？難唔難啊？中文嘅話 OK 啊，只係為不完美添色彩嗰條好難咯。係乜嘢色彩啊？我都已經諗咗半個鐘咯。但我寫咗量力而為嗰條喎，所以我覺得都還可以啦。不過 by the way 英文嗰篇 Celebrity Gossip 真係懶到嘔電咯，全部都係撞咁滯喎。就係咯，都唔知點解個 EA 要出到咁難。唉，難咪好咯 ，cut off 低唔使驚 level 2啊嘛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咁數學最尾嗰條4心，你哋識唔識做啊？好難咯，成條吉咗俾佢咯。我都係啊，但係我係拉下少少步驟分就算咯。好簡單啫嘛。係翻炒喎，好彩個朝早做咗啫。其實都冇咩難度啫。點收科啊？考完去翻公司，知道你班友仔一定考完喺度打機擺爛㗎啦。我就唔同啦，我要去增值自己。好，行啦！咦，同學你喺度睇緊啲咩啊？我喺度睇緊 Ivy 嗰啲 high dip 課程咯，點啊？但係學校唔係 pre 開你 Best 5 25嘅咩？但係你估唔到喎，分分鐘你中英文跛咗，或者你其他唔知邊個課失咗手咁樣，都係要打做 high dip 嘅。咁樣萬一入唔到 U 都可以有後備路啊嘛。考完出國玩先。咦？你點解仲好似好開心咁嘅？梗係啦，考完出國玩啊嘛。但係你唔驚會考失手咗咩？仲要心情去玩？冇所謂啦，考都考完啦。DSE 即係人生小部分啫，考衰咗都唔緊要嘅。相信一切係最好嘅安排咯。咁樣自己開心最緊要。好，行啦。我係 Alex 啦，都係一個應屆嘅 DSE 考生嚟嘅。咁喺以上9種嘅考完 DSE 嘅反應入邊，其實我係全部都出現過嘅。呢個啱啱考完 DSE 嘅考生又可以做啲咩嚟運用時間呢？咁首先我覺得可以去考下證書啦。咁因為其實我都考緊車牌啦，同埋我有個朋友都考緊停車牌嘅。咁樣其實我覺得呢啲都係非常之好嘅選擇啦，因為都可以幫我哋例如大學放成 break 嗰陣時啦，都要做下啲暑期工咁樣，就會有多啲嘅選擇。第二個就係可以去學下一啲嘅技能，尤其是係攝影呢啲，其實喺現代呢個科技嘅時代，其實非常之重要。咁樣所以我都誠意推介大家可以去學下呢啲技能，相信一定會喺未來嘅職場嗰度受用嘅。最後一點就可以去多啲唔同地方遊歷啦，包括香港啦，大陸定係去全世界都得嘅，你中意。即係正所謂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，其實我覺得係好好嘅機會，因為你真正去到嗰個地方先至可以幫你更加拓闊你嘅視野。即係用一個更加宏觀嘅角度去睇事物之餘啦，亦都更加鞏固到你所學到嘅知識同埋課外嘅
試嘅，所以都係嗰句咯。其實呢段時間好難得嘅，即係你入到大學或者你之後翻工都好難會有一段咁啲嘅時間，所以考完 DSE 嘅真係要好好珍惜。就唔知你哋又有冇考過 DSE 咧？如果有嘅話，咁又係邊一屆嘅考生同埋發生咗啲乜嘢事咧？咁就歡迎下留言話俾我知。咁我哋呢條片就拍到呢度先啦。咁如果你係第一次嚟呢個頻道嘅話，咁就記得訂閱，中意嘅話都記得按讚同埋分享，因為你嘅支持就等於我嘅動力。多謝各位。